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禮敬世尊阿羅漢等正覺者。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伽ថាបញ្ច丁សតិសតੰយថាដន្ទេនគោបាឡោកាវបាចេតិកោចរੰเอวังจาราเจมัจจุเจอายุมปะจินติปานินังกาธาชัตติงสติสตังอัฏฐปาปานิกัมมานิกรัมบาโลเนปุจจติสหิกัมเมหิตุมเมโทอกิติโทวะตัปปติ Stanza number 135. Just as a cowherd drives the cattle to pasture with a stake, so do old age and death drive the life force of beings from existence to existence. Stanza number 136. When the fool commits evil deeds, he does not realize their evil nature. The witless man is tormented by his own deeds, like one burnt by fire.第135個偈頌，牧人以棍棒驅趕牛群到牧場，同樣老與死驅趕着眾生的生命。第136個偈頌，愚者作惡事，雖不自知作惡，仍會受惡業的苦報，如被火燒的人一樣。135牧人以棍棒驅趕牛群到牧場，同樣老與死驅趕着眾生的生命。136愚者作惡時，雖不自知作惡，仍會受惡業的苦報，如被火燒的人一樣。此即假騰心著所亞巴，此得了出之帕朗塔，欲被錯殺的百姓，假騰此為做華爾，切所的百切百因。此即假騰心著所出吧，迪巴迪都密切心，論布迪被勒切貼，康息美以切巴心，羅面讓其勒其動。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但願一切眾生都快樂，願他們細心聆聽我說。因此一切眾生請諦聽，應向眾人類散播慈愛，他們日夜來供養你們，故應精勤地保護他們。無論在這世間或其他世間的任何財寶，或在天界的任何殊勝珠寶，都沒有和如來佛同等的。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寧靜的釋迦牟尼以切悟滅盡離欲不死與殊勝，沒有任何東西能和法同等。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至上佛所讚歎的清淨，被稱為無間隔的，找不到和此同等的東西。在法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具得這讚歎的8種人組成4相，他們這些應供者是如來的弟子，布施給他們會帶來大果報。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以穩固的心透徹地修行，在喬達摩佛的教法裏不再有貪欲，他們以正應正之法進入了不死，他們輕易地享受所證悟的寧靜。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正如心智地裏的柱子不能被四風動搖，我說已經切見聖體的善士也是如此。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清楚地觀照由擁有深奧智慧者善巧教導之淨體的人，無論他們多麼放逸，也不會有第8次投生。
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對於證得知見者，有三法已被他斷除，即身見疑與如果他有的戒禁取見。他已完全解脫了四惡道，絕對不會做六種大惡。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無論他透過身或口或意所做的任何惡業，他都不會伏藏他。所謂見道者，絕不會這麼做。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佛陀所教導向涅槃帶來最高等利益的至上法，就像夏天第一個月的樹林盛開着花，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至上者之至上者，給予至上者帶來至上者，教導無比至上法，在佛陀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舊的已滅，新的不再生起，他們的心不執着未來生，有的種子已滅，他們不再生起對生命的慾望。那些智者像燈滅那樣熄滅，在僧團裏有此殊勝寶，以此真實語，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佛，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法，願得安樂。任何來此聚會的眾生，無論是住在地上或天空的，禮敬人天尊敬的如來真，願得安樂。